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讲到台湾嘅泛透山体，几多人会先问到云林北港。其实花莲凤林咪系台湾泛透最重要嘅山体，前多嘅时节含中有100甲档案发到。古说也只个嘢炒泛透也最有名，许多火油燃料也系来自凤林。虽然更加中嘅人口少诶。20年来，也只个一乡亲还系希望维持传统泛透嘅品质同口感，还系归受欢迎。谈论市场引来因讲究精致创新，凤林泛透也引来因有高度嘅吃法同口味嘅。凤林泛透农系用嚟睇改变，泛透又用嚟创造产出。来看客家林奇微文嘅报道。小落落嘅太棍筒，摩天哩啦哩，将手心好好嘅剃头，就到地度像跳舞强用，天然火炭嘅节奏绕来绕去，还按传统嘅生产模式，对凤林很有加减。从乜界度唔会揽界发动中国，动态嘅平溶度，几片都系剃头天。求落清热嘅时节，将种类加礼拜嘅人，一下已经上到又长又长。不过上一本剃头上得较好啲。还唔单强是做在日式中国气候，请到适合的奶油和那虫药。要挑比较属于沙性的那种土壤来种植，这比较适合花生。然后因为比较沙性的话，沙的土壤的话，它的土壤的酸碱值就会不会那么的酸性。花生它比较挑，它的酸碱值，所以要稍微过滤一下。夹在海岸山脉、中庸山脉之间，留下台体仲有20级嘅花莲凤林剃头。名上虽然冇白讲安泰，不过也是只有当好嘅口碑，不论系种也系修身，都当讲究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也都很坚持用日晒的。一期的7月初可能5、6天就可以晒干了。那冬天11、2月那时候啊，可能要半个月才能够晒干，但是我们的厂商，我们的消费者要的就是那种日晒的那种太阳的味道。修身过后，坚持要用日头来晒，另外天豆豆也是头头看起来好好嘅剃头，将豆豆生出来冇结球，做埋就会绑起来调天咯。原来冇生意上场咩嘅剃头，系讲冇实实绑起来，能摆天出为分散用粉，影响个人品质。虽然大爽，不过牺牲一部分，实在对运动很好性质。种剃头确实需要技巧，很多种专业也经验每本凤林剃头，天天的本市场注意老分享。体力的管理吼，在白灰贵些国内吼，多来边做发练吼，做水美，多来发练吼，那个体力的维持吼，种出来个剃后土质吼，韩国加上咧台南9号的剃头种。种出来的剃头吼，潮时咧动香，哎样，到一般的地方种出来吼，又冇空用。最好嘅是差不多10年前，1公斤吼，1斤哦，推斤哦，就差不多要43克。偷记得买嘅是差不多10個20克添嘛。所以我等就整个销售出去了吼，炒剃头冇朋友卖豆咧吼，而且我等你种最主要係9號豆。剃头会9号豆吼，该下乡下就好新吼，所以记得销售来讲吼，几乎供不应求啦。环境国家技术，今来见有人爱买嘅剃头，本凤林人感受到冇进出退步嘅道理，开始多样化生产，尽量加减老店老工厂。面对今来见特色嘅消费者，保持老梅头之外，让眼发新口味。假神吼，如果按缝纫按动体力动强吼，如果假外壳是细细杂个天，包起来搭了要按体力按饱满按样，了如按的凤林的特色。连迄种讲麦芽老痛天，啊得了完全无加嘛个，除了麦芽，如迄讲痛天按起来炒落熟来做。50年前就开始种了吼，开始种了。
啊，做了夹差不多20人烟做一条夹啊，以前做就送来到炒的安尼人啦吼，都差不多有20-30年才有做了一条夹，做出来呢，捞芝麻的吼，捞瓦萨比的吼，还有捞做竹炭的吼，还有做迄种的粉的，都要叫面粉的，还有炸肉的、炒的，吼，等等，全多种安尼啦。口味较变化掉，常做在写到汉那当人客，伫路店遇到嘅逢人，上会清蒸汉那鹅肉，避免污气。从了只将肉菜拿来强下炒嘅新口味，就本调价冻沙皮。因为咧冻干，所以我哋都拿来个拿落洗走起来，都变按样我哋攞起来装按洗走咧之后，咱拿去煮水炒煮1-2点钟就加个咸，你要梅头都出来之后咧，我个标出来走。用来强啊煮，因为铁条本身係淡的，就煮只感覺老ram落去，所以個凍感就香。前兩研究新嘅食法，凸顯從日本切價有特色。不過講到鐵條，其實客家人留起嘅感情，因為有到點心嘅關係，一起動情，喺產業發展到呢下，也早已經冇個市場挑白嘅模式。呀，鐵條吼，嗱，你客家人吼。關係很密切，如果你嘛，一直做剃頭服，如果創人結婚吼，做旗袍，啊，我哋了去花蓮豐年做個旗袍吼，當有名，啊，做其中個做個花生粉做滿旗袍咁樣。客家人吼，對呢個剃頭服吼，做旗袍呢個多啲啊，按多年吼，多啲結婚呢啲hand係用啲剃頭服咁樣。剃頭是講記得賣，就賣白講做酒添嘛。做酒加是佢係用批價出去，佢都冇乜嘅價，所以你也都係講轉型落去吼。啊，你也都就帶殼嘅用炒嘅，還就該剝殼，然後做一些剝殼嘅該花生仁去炒嘅吼。啊，我起到是講可以提高它的價值，然後增加他們的收益。上係有合適嘅鐵條，天條度愛會重，料理也有拿擺好。從愛用傳統人工困難，用小炒來配嘅炒鐵條，你下已經見來見少看到。不過也因為羅師傅前多年功夫，掌握按好嘅口感。在開始家下，用下大火，來炒啲鐵條，最尾嘅時間呢，用啲要炒呢，要喺最尾嘅溫度冇火嘅時間用慢慢嚟烚到幾條鐵條貪香。炒啲燒料要火炭，最尾嘅時間做咧用喺火炭嘅溫度慢慢嘅烚，按照慢火出嚟鐵條烚了下好烚，下香。起得凍燒嘅鐵桶筍條，唔但將凍炒，氣溫也過到半年度唔掉。不過除了要做得軟奶，平均要炒半點鐘嘅鹹酥鐵條，喺那考驗師傅功力。喺完成嘅最尾幾分鐘，差唔多得10秒就會檢查一擺。脫皮啊，就比較黃一點。好，而家鐵條嘅色低背到5倍完全強用按個最標準嘅色啦。你下冚啱，冚啱，你下淺淺嘅微火嚟冚啱。你火下大就會下夾，但係火太做唔得，啲表面會安尼會污點。安尼係火係軟線，慢慢咧去炒，安尼都啲表面到底部都會完全重用嘅色，安尼最正。呢一個5倍炒火咧，底部蠻好，啱咪做唔得。完全用人嘅經驗來炒鐵條，雖然比太工廠用機器殺田辛苦易多，不過呢一種看起來從人當冇效率嘅方式，其實正做得做出最優美嘅鐵條。可能係因為用人嘅感情，人工炒出來嘅鐵條看起來就當好食，尤其詳細彈一下，你都獨獨炒出來嘅鐵條，聽筒嘅聲音係咪本人情有感覺？小小嘅炒鐵條出來過後，用強風殺殺降溫換熱啦，保持口感也保持鮮美。看起來簡單嘅過程，實係用經驗創造嘅美味。不過按多嘅鐵條，當然還會有其他嘅用法，
韩国系冇強用出圈。呢件嘅風鈴開業已經40年嘅便店，就像其他普通便店有各種嘅料本應下來選，不過為菜當到提條嘅小錢，當然做唔得冇倆紅。就像講做風頭便年啊，後尾又發現講風鈴嘅提條啊，吼啊，大概10提條時間啊，當到提條啊，就切到去掃落去，掃落了後感覺講，這提條放啊變素，吼這提條變素咩潤啊樣，你像講東西提條當到變會潤磨蝕，啊，但係咩一到到變嚟落去，反而更脆更好，好好食。甲風鈴提條當好食。當香，尤其是愛到紅豆邊擦邊，愛紅豆邊係水嘛，唔係講像嗰條皺嘅紅豆安尼吼，愛到熬得很爛個吼，個水把水落啉落去，個變嚟度吼，佢桂圓佢就會有個紅豆的味道，按你再配合個呀花生的鳳蓮的花生的味道吼，是絕配啦，愛到講絕配。現代就本應當上世界風頭牛腩餅，國家製作過程唔凊彩嘅提條，就像條價講嘅1.3，唔但像咁樣，變相度也是一支提條變機，也係熱天成本分享嘅產品。不過食提條已經變專家嘅風鈴人，但像有提條雪餅含喇白，台人設置都好嘅冰淇淋，還那做唔得冇提條。度好比例，平均形表已經前向嘅燃料，隨住專業機器度等人時間天天的夾強下，係講將提條完全融入，就做得準備做成冰淇淋嘞。台北愛到就係農家人出身的嘛吼，啊就你既然了下做變的吼，啊就上到透過你種提條個下吼，提條就當好食啦，啊就上到就講一變咧加提條好麼，結果一加落去就食到大家食到講當好食，啊就安尼就閨蜜做變突然又加咧。有人講做餅係最簡單嘅料理，不過上嘅加提條當做配料，冇好嘅品質。開始係前難夾強下食，好食的提條吼，當香，很有那個越嚼越香啦吼，緊炒就緊香。按若講唔好食的提條吼，食到袂就冇味冇土，強樣變地圖，當變的地圖嘛係強樣安尼吼。若講冇好食的提條嘛，食到嘛冇好啊。條鐵條擺對提條嘅印象，好嘅農產品也做得營業結合，擴大行銷。也是面來天天的本港種嘅風鈴提條，經過鄉親從種、修身、料理，甚至發展做餅。現代單純嘅食東西，天天的創造出各種價值。另外，農民辛苦耕種嘅代價，天然見來見多樣嘅變化，可能也會有很多回報嘞。